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邓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小琪。小邓老师，我们好客之家电视学院节目播出后，有好多的观众朋友都觉得，在我们台南可以学习到客家好多相关文化，感到非常难得。我要和观众朋友们说，大家同时在 YouTube 呢，也可以搜寻到我们这节目单元哦。是呀，看电视就会打。好好自家天师后院就坐在树坤得到哦。你正经来当什么？你台南市政府民俗事务委员会委托你来直播客家相关的文化，为你台南地区的朋友，甚至到全国的朋友来认识客家文化，熟悉客家文化。今天我们节目要和观众朋友们介绍什么单元呢？你俩节目啊，从今年1月3号开播到俩哈。介绍过客家美食啦、客家音樂、客家語言、客家民俗信仰等等，基本嘅單元，我想除了安排客家嘅民俗信仰三山國王。三山國王，在我們台南就有。小青主播實在當強哦，講頭就第二呀，冇錯。基本嘅我嚟介紹客家嘅民俗信仰三山國王。在你台南市華北區lin營國小對面，就有一間三山國王廟哦。三山國王和客家人好像有淵源呢。所以你台灣啊，三山國王佢唔係輕重要嘅神祇，就算係在客家人嘅心目當中呢，也個地位和老叻嘅三官太子比唔得咯。不過，只有三山國王嘅傳說開始呢，也三山國王就扮演守護神嘅角色。大部分嘅客家人開片過，也係講有帶過嘅素材，都會看到佢有三山國王廟。原來是這樣哦。有一句話講啊，有客家人嘅地方就有三山國王廟，有三山國王廟嘅素材，未必然有客家人。有客家人的地方就有三山國王廟，有三山國王廟的地方又未必有客家人。小鄧老師這句話有些矛盾誒。早期啊，有的客家人隨着移民潮遷徙到你台灣來，呢啲客家人所有落腳嘅所在，就會去呢個三山國王廟來服侍做守護神。差唔多呢，歸台灣至少有8個人間，除到客數嘅演示以外呢，就係演你宜蘭縣內三山國王廟最多，總共有26間。從呢位呢就做得證明，宜蘭呢個演示啊，有不少嘅客家人是從呢位落腳開片過哦。不過啊，從呢個時間嘅風流之下，客家人是漸漸嘅沒落冇重要。還冇按到嘅客家人咧。小鄧老師，這三山國王的故事傳說又是怎麼樣呢？三山國王嘅傳說啦，有當多種講法咯。有一種嘅講法啦，係講啊，佢三山呢元旦係結拜嘅兄弟，佢哋全部都係廣東嘅潮州人。他又係從南宋末年啊，當時啊天下大亂，萬乃都係搶人啊、刺人啊。就係講係時局非常嘅亂啊，朝廷也無法出來評論，你結拜三兄弟呢唔判得，你唔判得呢就是捨不得，不忍心看到你的鄉民呢本強拖強搶，也係講來慈禧。就組織兩個民兵去來抗爭，最後啊總算來平亂。兩個三個結拜兄弟呢，也算係功成身退。朝廷為咗感恩佢哋嘅功績，就冊封佢三山呢作為王爺。過後呢，兩三位王爺過身了後，又受到肉體嘅冊封為三山國王，分派來總共。廣東幾樣縣阿婆溪嘅名山、福山、老金山，來遷到呢三山地方守護神嘅指引。哇，聽起來這個傳說好感人哦！除了你家下講嘅傳說呢，三山國王嘅傳說故事，有人講啊，發生在唐朝、南北朝、
北宋等等无共样嘅朝代，唔過呢，還係以南宋名人流傳最多。呢些人出來，呢客家人會到產品年年嘅變類呢來對殺，紛紛來撇其到一動神奇有動態嘅關係。南宋名人嘅變現之在，所謂變現之在，就係講啊，變亂世界啦。本波小到不一得意啊，要當嘅客家人呢，就遷徙到美西啦，韓國廣東嘅山區，為到安全啊，佢哋唔單槍，葉山為強不強，葉林為強不滅，見家係以客為家。但嗰陣咧嘅長江以頭嘅日咧，以史書傳家作為咧嘅家訓，遠遠離開到咧嘅朝廷，來離開政治，故所以佢哋持續一個當代當貼嘅客家嘅民俗，甚至佢往嚟也係從嘅世界變成客家人嘅守護神。講定啊！你好下自家天使學院，根本你就講到了咯。你下越來你觀眾朋友講真來了哦，上來了，真來了。